真的嘛吼，家己拖声，家己鼓励者，哦，安尼厉害哦。内底赞助一寡经费，但是上主要是咱的关怀本教基金会，咱的董事长周先勇周董事长来鼓声欢迎者。咱的周董事长大家长，过来伊馆长就认了咱的台语，互咱的囡仔听为细汉就学了会晓。这几年你有看到？因为这个台语台也是咱的国家的迄个议长哦，姚嘉文的议长哦，伫咱的立法院伫咧国家内底一直咧推送，所以讲这几年你看到几乎吼全部拢。但是以前政府感觉着爱讲北京话，但是怎大家拢无咧讲台湾话？即马咱已经定一个法律，叫做啥物？若知影人才会使举手。有一个法律，唔知吼，啥物法律？我来，我看拢无啥好。不要紧，咱拜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公车，叭叭叭，阮这台公车上爱他，这叫出是第一名。公车啊，有心结啦！牛车来去，马来去，来去远去上欢喜。哦，赞啦！稳定个顺，在稳会期待一幕，带你稳创意不高咯，赞啦！赞咯！我的台语会甲你介绍，有时要介绍咧，那是故事的啦吼。因为我大学时阵，所以我的第二幕叫介绍就是很风骚啦，很骚包啦。哎呀，久了，哎呦，有两步一楼，这也会晓，那也会晓。好，安尼。水哦，赞哦，袂歹哦，好。我明，咱落去聊，
李金条还有分区比赛哦，各他架他，各边条，好边条，马上会，恭喜，容易哦，好边条。有没有？水山水气，小爸爸，车无飞起，他过这大汉，来听我嘞，听我嘞，到他家。好的，好的，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请。眼睛闭好，眼睛调，一对只能拍一个出来哦，加油！眼睛跳，眼睛上高出来。
赖他，第六父亲。真欢喜，我爱你，我爱你，再来，讲台语，我爱你。外口走来，恁两个歌手等一下，因为恁念遐较济。有啥物人要念即句话？来，起来，因两个等一下，因三个拢暂时莫念，因为恁三个较济你。山顶一个乌狗娘，伊是我中的少爷，伊是走吼。头三头真好命，我去开花开山命，真好命，上好的念在出我名。来，拢落来，来，即摆换你情况来较大声。四条长高高的牛，独一无离爱无少，无离爱无少。即摆。你这个哎呦，我不得你我哎，那完了，切。有的老师上课会用平板，我知吼，但是咱即摆毋是哦，咱咧上课是。恁请问中华倒于什么所在有出产牛奶？福星。你晓讲台语无？的时阵吼，伊要食牛奶粉爱进口，台湾无咧做，因为台湾无牛啊，到尾台湾的牛来的时阵吼。去追头回家哦，你们都是哦。啊，你去追，啊，哎，你们也是啊，你们是啊，你们是汽水火车，来去追头下去。是啦，哦，所以你是第一节车厢里。请感谢你。好，请感谢你。好，大家
片哦要露出真面目了。好，一个说来临啊，来临啊，来，好，讲应把这头家拼起来，应把这个头家拼起来，哎，然后就做完啦。用咱的会观，顾咱的文化，吼，伊即首吼，每一首伊头前是讲，吼，迄下是第五声吼，咱下啊下了，对不对？你台语学了袂歹呢，吼。有啊，我毋免学啊，因为我自细汉就讲。真正诶，你等下留你电话互我，我要甲恁兜是大人讲，你咱甲你讲了最好诶，吼。用咱的回顾。用咱的回顾，讲咱的故事，一段咱们听咱用咱的名字，讲咱的歌，唱咱的歌，用咱的回顾，讲咱的故事，用咱的歌，母语嘛，在，唱咱的歌词，用咱的文字。用咱的文字，展咱的骨气，用咱的会观，用咱的会观，顾咱的文化，真好。用咱的话语，用咱的话语，讲咱的故事，用咱的母语，唱咱的歌词，用咱的文字，展咱的骨气，用咱的会观，顾咱的文化。
是迄个动物迄个。坐着数是第一名，公车啊，有心机的人，我上介意牛，好，来摆小位。我上介意动物是牛，啊，还有羊啊，我上介意动物是毛。 来注意哦，重点来啊！哈，小香，我若甲伊下咧迄物件内底对无？用钱的，用这个。来，煮出来了后，伊是用煮的哦，你看，这是烧滚水哦。这个所在。一头米粉伊迄一分就对啦。啊，泡泡的啊，较出去拍干的。好，安尼这到遮就好啦。 你买哪个哪球？是啦，给你看。对，来去。你看，在后关头。一头一样，红天鹅啊，起起。
丰富，人新鲜，雨伞丰富人新鲜，天家。你们现在已经在台真经讲，是人甲我叫得起，伊就会嘛西啊嘛西，一直跳，一直跳哦，一直跳，一直跳哦。哦，这边我来等你了。一万八千岁，海龙百万米。好，结束。方便的无零，方便的无零，hàng共，还有哈。
人咧操作，所以你袂用操作，爱有家己的想法。人会叫你做歹代志，你唔好去做歹代志。安尼华语叫做傀儡死，安怎哦？吼，加了哈。好，要剩咧一段时间，互你去算布地来，去算布地。来开始。安尼夹住，然后头，安尼往那边，然后按对。来，还没排队上的来我这边。来排队。来，我这里背光呢。我注意下个过来。好，我。拍着我唔知这个什么光嘛，过来开始啊哈，注意听啊哈。台湾人当然有共款啊，咱是安那有份管对吧？啊，结果咱就做一个叫做台湾民主国，对啊，做啥物吼？啊，我主要毋是要讲咱的地故事，我是。咱这边，咱就用真正青叶啊！ 要唱还要对唱哦。来看会晓唱，我看什么人晓唱。中华，咱中华。有听过可是不太。风窗的水就飘飘，当啊一条海，是我一条船来。Hello。嗯。你哦。阿北帅哥，帅哥好。爱有精神啊！我一个人的声音比恁10个人较济较大声。14。搁一届哦。来，搁一届，哎，你歌弄好。
几啊几嘞？金啊金丝丝，咱地啊地好天。屁股。开大气，让它干好气，将心到火里。屁股。要要你要你，大家看大气。花田啊花开起，事事拢顺利。要你要你要你，水山水日子，要报答咱退休，快乐来欢迎。好，你我们这里也有，来停了，来，把那个歌推出来，来，稿子拿出来喽。大江一位大头家，大家好，我是苏爷的头家囝，欢迎大家来参观我的庄仔工厂。嘟嘟。要干嘛没有？甲讲哦，这物件拢人的。咱即摆要来用钢琴唱歌对无吼？这个哦，这个道具哦，你要用拍卡声的。钢琴，你家己都会晓弹啊。好，咱就话要开始咯吼，开始。爱唱歌你爱分水哦。 所以恁看到安尼有了解无？恁有通了解，若无较注意啦，拢迄煮饭的啦、洗衫的啦，无就落汗啊，这讲台语。迄阵无咱的印象，后尾考试啊，无咧讲这
我就爱学两个好，爱再讲一个好。大声讲。闽南语，然后客家。我这全部是收回来分名。我连后甲你甲听做这收回来，我这大你收这回来，毋是记做我的财产哦。所以人咧什么咧炒作地皮，我炒作互政府无。像我捌讲，但是欢迎你大家来，会当咱这一项有哪看。咱即摆有法律啦，所以大家爱惜，咱的台语是咱的尊严，有自信。你看，咱讲你有爱你的妈妈无？会当小可，互阮知影就好。你若有欢喜无？有吗？啊，有啥物要建议的无？要反映的，要建议的无？啊，这活动吼，都会当互咱知影。好，我去讲落，你就免看。OK， 好。啊，请咱的老师去倒位？咱今仔日啥物人要带？对无吼？倒位的葡萄，伊讲是客哦，伊然后看一个就是讲，像讲咱今晚5斤，小5斤，细个。所以大川不开了怎样？大川的领这也是人讲，领过来介绍咱中华。啊，若讲咱这个位，伊以后搁做一几条单独批用啊。啊，拄啊，啥物讲，啥物话行？一只2点到3点半免费。真正这3天吼，大家真正学习了真正有进步嘛，进步足侪。啊，今日嘛足侪咱的家长吼来到咱现场。啊，我是来大家留意好。啊个上条是啥物人？哦，这。啊，过来，啥物人送你？拢来看你的表演哦，来掌声来欢迎伊者。哦，感谢咱的在爸爸妈妈都会来哦。谢谢哦，张校长。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好，我们现场有好多的贵宾哦。讲台语啊，对，我刚听我们关怀文教基金会，我们周董事长啊，还有也是我们的周前县长啊，还有我们立法院我们秀芳委员，还有好多的贵宾啊，代表我们彰化县的大家长王县长啊来参加我们由关怀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我们的关怀母语啊，我们的这个所骑的营队10万人哈。大概绝大部分都不会讲客家话，哦，可能会讲客家话的可能不到1000人哦。9万。啊，没有啦，我小朋友哈，在这里可以学到这个母语之外，哦，这个下课的时候也可以到园区里面走走，里面的生态非常的丰富，有植物、动物啊、鸟类各方面非常多，有看到无？还有。哦，武士啊，好，还有很多的松鼠，左右的好朋友啊，这个变成这个很好的朋友，不同县市的啊，欢迎大家来啊。那我代表县长啊，就是投资未来啊，我们这么多的家长在这里陪伴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的营队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与会的各位好朋友。健康平安，事事顺心，谢谢大家。来，感谢副馆长，啊，还有咱江边会哦，咱的
党代表来向下发言。谢谢感谢陈校长，搁咱的州党市长，咱林副馆长，所有的咱的家长搁伊小朋友，搁咱即届赢队的咱各位老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有欢喜无？有吼，有好耍无？好耍吼，后摆要搁来无？对吼，好。爱记的后摆搁来无20多年的时间投入这个推广台语，为进前这个台语演讲比赛，一直到即马咱有这个夏令营，搁有广播营这拢是互咱的小朋友有一个这个学习的空间。嘛，足感谢咱所有的老师真即阵真正无微无力啦因为要办一个活动，毋是遐尼简单，拢需要足侪人的这个投入，才有法度促成即届的这个活动。祝福大家今仔日会当耍了真欢喜，后摆搁来，安尼好不好？好，感谢，谢谢。感谢咱的李主任李一杰、李冠仪大家好。我上要紧是恁有欢喜无？有影无？转去有讲台湾话无？讲恁转去就会晓开始讲台湾话啊，对无？有转去有开始甲爸爸妈妈讲台湾话的人举手？无爱过来，无的人就爱过来，好，安尼好，恁来注意看内面有你无？看恁的表现好啊歹，安尼好不好？欢迎，这个所在是咱大家的，所以随时欢迎大家来。阮逐礼拜日拢有活动，有各种的活动，就是希望一个环境，互咱大家会当自然鼓励大家讲咱家己的台湾话，安尼好无？有影无？有影无？你听我这个声无啥共款，我感冒嘛足厉害，所以我想讲，看恁的表现，看好的，听拍鼓拍较大个，恁若看到恁家己出来，恁就爱拍鼓好无？所以我今仔会注意听，我有拍我声无？但是今仔日就要结束啊！我想咱的老师有辛苦无？咱的大哥哥大姐姐有辛苦无？咱有遐尼侪人拢足辛苦，请大家用足热烈的鼓声。多谢咱的杨主任，多谢咱的多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打电话，爸爸妈妈打电话，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有另外好，过来咱就开始咱的小。张校长、各位长官、各位家长、各位贵宾，还有咱的小朋友、各老师、各咱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好。好。我是武车队邱婷婷。我是台湾队的林品荣。阮今仔日的主题是小小导览员这个导览员自从咱2019年的10月提到总统令颁布咱的国家语言有5种以后所有的真侪所在公共所在都有这个需求要来用咱的语语来导览亲像足侪图书馆，也是迄个铁路博物馆。美术馆也是国中博物馆，足侪的拢是爱来我若要要求你用台语甲我导览，这个所在伊就爱有这个人才所以呢，阮今仔日会想这个物件的原因，是因为全台湾拢无小朋友用台语导览。咱的就亲像周馆长，伊大概咧做代志，伊就是要走上头前的，所以伊来甲阮讲要来创一个小小导览员伊同意以后，阮两个就带咧等。
因为用台语大人来导览都淡薄仔困难，何况你叫囡仔要来用导览吼，所以阮两个用啥物方式呢？用一种哪讲哪唱哪讲故事哪开讲吼，哪念册的方式，互囡仔来呈现。所以那边两对伊会安尼相让吼，因为伊一个导览是有一个连线性吼。当然，惊讲囡仔讲话臭奶奶，大家听无吼。譬如吼，已经伫咧咱即个泡沫内底，就是广告内底吼，拢有一寡背景吼，会当来辅助大家了解。安尼，咱是不是用上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小小导览员谢文队甲吴家队，感谢大家。看关怀厝边、关怀台语厝边文化营已经起过了。下前方，向南边，向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样行，多一行，将那五百行，把文小把酒行，对我会处处行。噔噔噔噔噔。大家好，我是台语文创意园区的小小导览员。我是谢文队，谢文经国顺，谢文要去台语文。台语文创意园区到了下站啦！你讲要导览，咱是要来导览啥物啊？咱大家甲看落去就知。台语文创意园区是位伫咱中华美丽的八卦山，也就是中华美学馆上过名。遮个所在看风景水、教室这实在是有够赞的啦。园区有文化馆、亲子馆、红尾牛馆、多功能馆、图书馆、电影馆。你看，遮阁有一个红砖仔树，边顶阁有一首台语诗哦。那是啥物诗？这首诗号做《咱的用咱的话语讲咱的故事，用咱的鼓励，唱咱的歌声，用咱的文字，展咱的骨气，用咱的绘画，顾咱的文化。来到台语园区，总会来讲台语，用台语唱歌，用声唱卡路，实在真正趣味。第一站是多功能馆，内面有一台大电视，上介受人欢迎。伫遐会当学台语哦，对碰内面有教咱台湾的过节。干妈、莲雾、药、红来、红果、西瓜、莹莹、我、
来啊！当落就是伫咧新北市有来的高中林老师用手工做的乐器。手工做？无对，而且高中林老师的当落阁有符合国际标准音的水准，是真侪年来的成绩。真的哦？真的，当然嘛是真的，咱继续看落去。做囡仔时阵吼，对这类古典都真有印象。阮因弟弟是尾啊做五个，啊因兜讲咧做当落，我就放伊因兜，这较简单，咱就这一片尔，半年我就会晓，等下我就提阮赞助电视。除早咱台湾咧用炉，咱爱去长山买，啊长山做炉，甲咱用的这个吼质量无共，有真一个限制。啊，所以我前辈开始才去找到这个，生活当中个发展甲一般毋是出电头的人，你嘛使甲当炉有淡薄仔关系啦。等下，大家听我讲，我要介绍是我要带大家去参观图书馆。图书馆内面有恁去，若是拄着啦话，火烧雨，大家走无路。会使来图书馆，哪看册哪找免钱的恁去。安尼也是一点二路，我嘛点洗裤。哈？你讲要洗裤？啊无，你是头发了？哎呦，是啊，我是讲顺线长中华意思啦。哦，安尼哦。树林着歹看面，我遮嘛有台语绘本呢。台语绘本。是啊，这是我上喜的是一本《好印》。好印，就是咧讲咱台湾历史的好印啦。什么是好印？这就爱讲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迄个时阵清朝战败，过当年甲日本请一个马关条约，甲台湾甲澎湖割互日本。迄个时阵的台湾人为着要对抗日本，签订台湾民主国，搁刻一粒黄好印。故事就是咧讲这粒黄好印的文明，甲台湾人对日本时代奋斗的过程。总统府主政姚嘉文甲70万版字的小说黄好印，整理出一本台语绘本，用简单的方式，互小朋友看有这个故事。绘本互恁听哦。中华福音，台湾中国西海岸，古罗水溪向乌水沟的出海口。
就出春，见草做扫帚，人叫扫帚厝。今仔我来做嘉宾，搁叫甲有山。我中川荷兰岛是同人山，好听七场台湾第一，厝边好下透光透风上出名。小天的有人拢伫遮。食着心凉天苦开，饲满消利滚，趁钱稳稳稳。求的消片全世界，产业成功真光彩。漂流木梦幻意境，福保湿地自然生态，水鸟的世界。环湖村古堡台，换宝机场，古早时代战争的记号。福禄溪全国白龙船，名声响亮全世界。等我俩12张车拉走。宗教圣书百年流传，人福气乡兴旺，福气福气福气啦！多谢大家。红月溜，红月溜，来耍红月溜。敢有人知影红月溜会去倒位？奖品哦！啊？八卦山嘛有，安尼恁知影做米粉的四个步是啥物无？花冰倒等，对啊。第三个葡萄藤。叫一个游戏，写有人要来耍，抽到遐内面的水果要拿出来，就有奖品。有人要来耍。这个小一头冲好。看嘞，有，东大吉，就干这吧，这个很多少吃啊？这香草。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来行咧，感谢咱甲许个甲咱二位做伙来翕相。讲台语，今仔日讲台语，咱这边哦，用足个车队也是车辆来交通哦，来作为咱的各队的这个队名哦，互囡仔学习到咱生活中的无共款的物件。互伊送到的时阵，咱再落下骹再换咱的名。这3天真正咱的小囡仔吼，真是辛苦的。讲台语。今日讲台语，这佚佗物啊，来，这就是佚佗物啊。音乐馆内底有啥？我是杨秀玲，我是吴安杰，我是杨美兰，我是梁子贝，我是朱淑玉，我是杨家伟，我是李凯燕，我是蔡伟婷，我是梁武刚，我是徐碧涵，我来表演的是快乐的歌声。
注意哦，来集中，来。讲台语，赞。爸爸，阮只个公车上解放，坐着数是第一名。公车，啊，有升一个啦。车好，行咧，大家好。要表演的是跳舞的路糖啊！大家好，我是这间糖啊工厂的大头家。大家好，我是好命的头家仔，欢迎大家来参观我的糖啊工厂。我做的糖啊，甲别人无共款哦，无共款哦。阮做的糖啊，足特别啦，有的食了会互你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有的食了会互你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搁较厉害的是，会互你一直想要去选手，一直放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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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即摆恁知影阮的糖啊有偌厉害啊好？因为我做的拢是上解新型的豆糖啊，咱会用一位大客户要来甲阮交关，所以阮爱先来准备碳，哈哈哈。OK， 我来做起来啊！来啊！欢迎来我的糖啊工厂，我的糖啊若水，搁有效果。绝对袂互你失望。搁有影，我是金条，各位放心啦，做的糖啊非常，欢迎简单，这个糖啊的好个一定爱好，但是爱歌星，我要帅一去，愈加愈帅去，但是这种大家来这。那才会来买啊！安那，即摆我就来介绍我的产品，互你品尝一下。首先来看这项，伊食起来软软 QQ， 互你药是啥物？我知是麻糍，比麻糍较细粒。我知是细粒麻糍，搁较细粒一丝仔。我知是少细粒的麻糍。好，你敢一定爱用麻糍？你讲想一个，洗澡干那火子，有真济色水虾啊！到底是啥物？恁大家讲是啥物？是软糖啊啦！无毋对，就是软糖啊！即马咱来欢迎做软糖啊出来。大家好，阮是豆软糖啊，阮生做真古水，食起来酸酸甜甜，真好食哦，真好食哦。食了恁就会受我的影响，一直想要困，规个人细心啊细心，细心啊细心，然后你就互我控制啊，哈哈哈！控制啊，哈哈哈！豆软糖啊，看起来果水较好食，搁有一个互囡仔无介意软软跟咖啡。袂啊，无要紧，我这也有豆跳糖，小朋友一定会真介意。来，大伙啊，欢迎豆跳糖！跳合一样，跳合一上。大家好，阮是豆跳糖，阮有玫瑰
就会马西啊马西，一直跳，一直跳哦，一直跳，一直跳哦。那么继续食，你的身躯就会真艰苦。若有虫啊，一直甲你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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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好一直买，一直买，安尼我就会当个油洗洗啊，哈哈哈！当个油洗洗啊，哈哈哈！不过遐个囡仔真正食，就无爱食甜的，袂安怎？袂安怎？无爱食甜，哪有可能？无要紧，我这阁有厉害的法宝，来。咱欢迎豆梅啊混出来！大家好，我是豆梅啊混。我食起来酸呀酸肥，酸呀酸肥，互人食了真是饱足，而且我是白条条，白条条。偷偷甲你讲，我有餐白饭药，有餐白饭药。只要遐个辣椒变素，就就是感觉有人控制，控制，哈哈，有人控制啊，哈哈哈。这不要混熟它无好吃啊，无好吃啊，无要紧。我阁有用恁的独立茶哦，来，欢迎独立茶出来。大家好，阮是第一个旁小朋友上爱啉的独立茶，若甲阮点落去，拄开始你会真有精神。不过若啉伤济，就会破坏你的神经，讲就会呛味化，或讲就会哪来哪去，哪来哪去，安尼你就会一直走厕所，最后就爱规世人包尿珠啊哦。包尿珠啊哦！哇，你做的稻青啊，好个时间有够赞，有够赞的。迄是当然的，安尼你要爱几项？好个这样以后，我当然是拢总买来10万互你。1000万？来，好，真感谢你。来，琳娜。来，今下这做头去抓起来。抓起来啦！救人哦！你这是在创啥？其实阮拢是警方的啦。警方的啦。阮早就怀疑你的家己有问题，即摆互阮抓着啊！你就准备食免治饭啦。食免治饭啦。无错，你这个可恶的石头家，除了卖新品的毒品，搁互捌代志的囡仔中毒，实在有够歹的啦！你是大歹人！各位观众，你有看到无？食到害人害己，千万唔通食毒啊！唔通食毒啊！尤其即摆的毒品，都用甲亲像虫啊，你千万唔通互伊骗去哦！唔通互伊骗去哦！阮公车局的表演就到这，煞去，调好，听咧，多谢大家。大家来公车局哦。
车库。大家好，老师好。老师今仔日要教啥？叫恁是去找四行车库的资料，通好来去予我教学。老师，我有去传线行车库的资料。不是线行车库，是四行车库。哦，是线行车库，是四行车库。不是线行车库，是四行车库。凊彩啦，线行车库，四行车库，讲好啦。讲台语袂使凊彩，爱是你一字讲我清楚。好，老师我知是线。中中是四行车库啦。四行火车车库已经一到会啦，一到会啊！遮老，老家有智慧。四行车库家己确实保存的文化特产。四行车库是台湾唯一还在震动的，是中华县的国定古迹。古定古迹，真厉害！真老，继续讲。伊是只是记录落来的三分之一，1922年起的，是咱中华车站的革命，属中华基部段，即马开放予民众参观。课板全部以吊车总盘做中心，车库分向99道分线，总共有12条车路。真少一个半圆车库，一个一个车库，用外天款受一支款式，佮叫做四行车库。火车伫外口走忝啊，去来休困多用的所在，所以四行车库佮叫做火车头旅馆。火车头旅馆。会使入去车库看火车的厝哦。我看一台迄个飞车叫做咩？上重的是马路参观。马路。刚刚派一个人去顶去就好。好，我来去顶去。王刚利用路用的铁啊，家己做2台机器人，才有技术。就包伊囡仔来参观，上高有这2台机器人。四行车库是台湾铁路文化保存上关键的宝贵。来中华一定要来支持，看全台湾唯一一种四行车库甲铁路村。了解属于咱中华铁路文化的水，见证铁路历史的演变。见证铁路历史的演变。大家拢真认真准备，安尼咱就来去四行车库做互我教学，看伊实际运作的情形，用讲的想办，阮来互恁看。大家好，阮是汽水号火车，今仔日阮是来四行车库保养的。正平90度，嘟嘟，清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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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库，嘟嘟，清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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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保养开始。倒平90度，嘟嘟，清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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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车库，互阮一个保养休困的空间。嘟嘟，轻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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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始，看我的火车，身体勇健。看我的火车，国队出名。看我的火车，啥物拢唔惊。看我的火车，勇敢上春名。一场战是667，火车火车有热力。阮的表演到这结束，多谢大家。调好，行嘞。黄金对上花的，对上花。南来北往山海线，拢爱为咱种花。大山顶有大路，落水好彩。路阳气为满。
仔就会请，就会讲，咱的环境，咱的台语文就会愈来愈清晰。所以咱伫年底的时阵，咧有一个台语家庭大团圆吼。所以咱即马大家拢是台语的家庭，好不好？伫咱的。韩国国，比阮有我哋表系两小有出处，红景和卡钱钱钱，刷山开山大跳跳，心港的心酸。咱今年总共2个体厝，拢每一个体厝拢100外囡仔吼，咱的囡仔3工了，第一工的时阵吼，真正有来参加的人拢知影，咱的囡仔来猫啊，足细声的，今日吼看到的时阵看甲足大声的吼，登记的时阵，我相信咱加鼓励伊读书。来，登记到啊！来，放假。讲台语。今仔日讲台语。